自2025年1月16日，每日新安宫读经，写做会听。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16章第19、34节。阿伦两个囝因为无照规例，我郡上主死去。后来上主命令摩西讲，着甲你的兄弟阿伦讲，毋通伫规定的时间以外入去圣所的帐里内，到约柜顶面施恩座的头前才免死，因为我要伫施恩座顶面的云中显现。阿伦要入去圣所，就照安尼做，带一只牛犅仔做赎罪祭，一只绵羊犅做烧化祭。伊着洗身躯，然后穿祭司穿的礼服，就是幼麻布的内袍、甲裤，下幼麻布的带，戴幼麻布的礼帽。阿伦着对以色列会众的中间取两只山羊犅做赎罪祭，一只绵羊犅做烧化祭。伊着为家己甲家己的家族献一只牛犅做赎罪祭，佮将迄两只山羊犅牵来会幕门口上主的面前。阿伦着为着迄两只山羊犅抽签，一支签写归互上主，另外一支写归互阿撒谢勒。阿伦着将迄只抽到归互上主的山羊犅献做赎罪祭，迄只抽到归互阿撒谢勒的山羊犅，着活活牵来上主的面前，用来赎罪，甲伊放去旷野，归互阿撒谢勒。阿伦着将迄只要为家己甲伊的家族献做赎罪祭的牛犅仔牵来抬，佮着对上主面前的祭坛摕缀满得倒的火炭的香炉，带一捧研甲幼幼的香料入去圣所的帐里内，然后伫上主的面前烧香料，互香烟惹约柜顶的施恩座，才免伊看到来死。伊着摕一寡牛犅仔的血，用砖头仔混血，朽施恩座的东边，佮对施恩座的正边朽7遍。阿伦着搁杀迄只为着人民做赎罪祭的山羊犅，带伊的血入去帐里内，将血朽伫施恩座的顶面，甲头前，甲朽羊犅的血共款。佮着因为以色列人的无清气甲背叛，就是因所有的罪，甲圣所洁净，嘛着照安尼甲会幕洁净，因为会幕有互因的无清气抹着。阿伦入去圣所赎罪还未出来以前，会幕内毋通有人，伊着伫圣所内面为着家己、伊的家族甲以色列全会众赎罪。然后伊出来上主面前的祭坛遐，甲祭坛洁净。伊着摕一寡牛犅仔甲山羊犅的血，抹伫祭坛顶迄4支翘起来的角，佮着用砖头仔混血，对祭坛朽7遍，甲伊洁净，脱离以色列人的无清气，佮甲伊分别做圣。阿伦为着圣所、会幕、祭坛行洁净礼了后，着牵迄只活的山羊犅来。阿伦着双手放伫羊的头壳顶，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甲背叛，互因所犯的罪拢归伫迄只羊的头壳，然后派人甲伊送去旷野。迄只山羊犅要带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去到无人住的所在，迄
迄只羊就放伫旷野。后来，阿伦着入会幕，将伊入圣所的时，所穿幼麻布的礼服脱起来，留伫遐。搁着伫会幕的埕洗身躯，穿伊家己的衫出来，献伊甲人民的烧化祭，为着家己甲人民赎罪。赎罪祭的油着伫祭坛顶烧。迄个放山羊杆归互亚撒舍勒的人，着洗伊的衫、洗身躯，才通入营内。做赎罪祭的牛杆甲山羊杆，因的血带入至圣所赎罪了后，着甲因搬出去营外，将皮、肉甲粪用火烧掉。烧这个物的人着洗伊的衫、洗身躯，才通入营内。每年的7月初10，恁着禁食刻苦，无论是在地人，也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任何的工作拢毋通做，这要做恁永远的规例。伫即日要甲恁赎罪，恁要伫上主的面前得到清气，所有罪拢得到洁净。即日恁着甲伊看做完全休困的安息日，着禁食刻苦，这要做恁永远的规例。迄个受抹油设立，煞食伊的老爸做大祭司的，着穿幼麻布成的礼服，执行赎罪礼。伊着为着至圣所、会幕甲祭坛行洁净礼，搁为着祭司甲全体会众赎罪。这着做恁永远的规例，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罪，一年一遍要得到洁净。阿伦就照上主命令摩西的去做。赦罪的疼，上帝圣洁的疼，袂惹砍罪恶，互伊看袂见罪。但是上帝的疼却会惹砍罪人，互有罪的人免受应得的审判。上帝对有罪的人的救赎计划，就稳重点奇妙份中的赦罪之爱。利未记10章第20节的经文中，约柜的挂，希伯来文是赎罪这个字根的延伸，伊的原文是惹砍的意思。马丁路德伫咧翻译德文圣经的时，甲挂译做施恩座，表达上帝真实临在伫施恩座约柜的挂，伊常时是上帝施行赦罪的有表。上帝赦罪之爱的奥秘，对迄惹砍着可畏的永生上帝临在的份中显现出来。出埃及记40章349、380节，精彩描述云彩停点圣幕顶面，上帝的荣耀充满其中，象征上帝亲自甲以色列人同在。伫旧约中，大祭司亚伦爱用真侪时间洁净有备家己，才当来到施恩座前。伫新约的恩典时代，咱会当随时来到上帝面前亲近伊，这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互咱的罪通得到惹砍赦免，就通坦然无惊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甲伊交通。这白白得来的恩典，互原本会死的人，因为基督的属灵惹砍，得到新生命的机会。总是袂少人通坦然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以后，却误以为拥有这特定地位，是因为家己行善做好，直到渐渐骄傲自满。误以为通安尼蒙恩宠，是因为家己比别人较悬一级。
今仔日的经文对伫受上帝托付来牧养羊群的传道者和教会同工，有莫大的提醒甲警戒。当阿伦有备好家己来到施恩座前，也需要按照上帝的规矩行。这表示服侍者应该带着敬畏之心来服侍上帝。人有做无法度靠家己的努力成做圣洁，也无法度因为安尼避免受审判。就算传道者也是安尼，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是因为基督已经付出贵重的赎罪代价。身为基督徒，咱通尽管大胆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通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咱及时的帮赞。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使予咱亲近伊的特权，互咱比规约时代的大祭司搁较容易亲近伊，领受伊的慈爱和恩典。总是咱要应当谨记，上帝是圣洁的，咱袂当因为享有特权就随随便便来到伊面前。反倒当应该搁较谨慎警醒，行事谦逊，因为若毋是基督恩典救赎的热坎，咱减会当得到赦免，搁诚做通徛踮上帝面前的义人。上帝既然用赦罪之疼疼咱减毋是搁较应该摒弃欺见，互相尊重，彼此相疼。为我拄起罪恶的羊羔主耶稣已经献上性命赎回我应该大胆搁战战兢兢来领受这恩典。有啥物会拿阻我亲近上帝？为我拄起罪恶的羊羔主耶稣已经献上性命赎回我应该大胆搁战战兢兢来领受这恩典。有啥物会拿阻我亲近上帝？咱做伙来祈祷，赐赦罪恩典的上帝啊，感谢你为我有备的救赎计划，愿你帮助我学习用敬畏的心追求你的恩典热坎，搁用忠诚的服侍来回应你的慈爱。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